民進黨台南市黨部對3月9號開始到13號辦理黨籍里長的登記作業。登記頭一天，這現任里長甲有意參選里長的同志，一透早就來到市黨部領表，直接填寫資料，並準備1萬塊的保證金。其中台南里長陳水豪搶頭香，希望討一個好彩頭。會中議員郭清華嘛專工出面陪同，替因加油打氣，希望黨部尊重黨的體制，以現任優先來辦理初選。甲對一個議員，我真正徛明的伊的助理來國理來咧參選國理的里長，甚至惡質的，就是惡質講，唔是本里的里民，唔是本里的里民，你的助理是外里的、外地的。竟然親自入來阮的里內，伊咧挑戰，產生阮這里長共同的一種的不滿，變成攻擊，只要你錯來清議員，就是針對阮這國理的里長，已經產生不服，阮這里長嘛一定會反應，一定會反擊。民進黨過去咧吼，就是現任的里長優先，這個政策咧吼，已經佇台南咧吼。行之有年，我直接呼籲咧吼，咱民進黨吼應該愛尊重過去的體制吼，因為現任的里長咧吼，攏是民進黨籍，為民進黨咧拍拼吼，大家佇地方咧吼，攏深受好評吼，這是咱民進黨需要的一個基站。嘛，因為議員蔡立青被點名空降一助理來參選，引起對立，造成黨內消散一事。其實進前市黨部的公開為這名有意參選的青年召開記者會，鼓勵黨籍青年投入里長選舉服務。所以議員嘛再次發表聲明，強調參選自由，鼓勵新人公平競爭的立場。像參選是國民的自由，也是權利。尤其民進黨自較早就是鼓勵新人、鼓勵少年人。針對這佇咱的基層咧做服務，有着心、有着情。咱這少年的，我想咱家鼓勵，予新人一個機會，大家公平競爭，做伙為民主、為台灣來拍拼。里長登記作業將到13號截止，到時有共黨參選的國理，民進黨將由紀委會進行協調，希望圓滿擴大地方執政基礎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